可能即摆天气较袂调，拢超过35度，莫讲大人袂堪，一些囡仔也自在袂调。对民安团体含学者去到公园，发现囡仔耍的沙含其他设备平均温度拢到60度。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应该爱提供囡仔安全的户外环境。内政部讲会配合环境部来规划公园杂质的措施。面对气候的危机，根据卫福部今年5月至8月的统计，全台湾18岁以下的儿童，因为受到热伤害去看医生的人数有107人，比顶年同时间增加4成。有儿童就讲，伊伫外口的球场拍球，才拍无1点钟，就因为掉沙吐2摆。因希望台湾会当参考国外的降温设备，像是麦地那的那个大阳伞，我可以补充，就是环境的效益，它还可以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能结合文化，像如果在高雄，它就可以用那个高雄美浓的客家纸伞。有民团含学者伫8个县市公园试温度，发现儿童耍的沙和其他设备平均高温有到60度，因着呼吁政府应该要提供儿童安全友善的环境。医生嘛表示，若因为高温，致使儿童无法度出去耍，嘛会影响到因的发展。这类的公园其实对小朋友来讲，它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挑战，比如说感觉统合啊，或者是动作协调的这些练习。那如果都没有到外面去玩，那这些能力其实就很难被训练到。经过各界提出无同的建议，内政部表示会配合环境部来规划公园杂质的措施。绿树啦的这些植栽啦，能够达到一些遮阴的效果。那也透过一些风廊的设计呢，能够有一些人工设施物呢，也能够让这个公园的围气候呢，能够有一些通风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。气候的变迁唔但影响到大人，儿童嘛会受到冲击。主办单位呼吁政府爱重视儿童的需求，互政策的规划通好愈来愈齐全。记者陈心彤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